最近 MSC 嘅新船 MSC World Asia 公佈咗一個全新嘅3合1 Pan Asian 餐廳，呢個係從未見過嘅全新餐飲體驗，一個餐廳3種體驗，將特色餐廳、酒吧同即取即走專區整合埋一齊。正餐、閒暇小酌、小食全部解決晒。餐廳主打 Pan Asian 風味，可以一次過品嚐到印尼、新加坡、中國、泰國、越南5國嘅傳統風味美食，其中包括新加坡風味蝦、香菇炒飯、鑊氣小炒等經典菜式。酒吧提供咗各地風味嘅 cocktail 同 soft drink。日頭出面嘅外賣窗口仲會有魚蛋、包點呢啲街頭小食，唔使坐低等位，即點即有。餐廳全天候營業，由音樂、裝飾到現場烹飪，沉浸式還原亞洲市井熱鬧氛圍。MSC World Asia 預計2026年12月4號正式交付，首個航櫃會佈置喺西地中海，營運7晚嘅往返航線，一間餐廳可以食埋5國美食，唔知你心動未呢？